哀家。皇祖母，起来吧。今天呐，我把大家叫来，是要让大家和哀家一起欣赏一件张三千大师的遗作《盛夏风光瓷瓶》。张三千，哎，那瓷瓶不是已经失传很久了吗？哀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，偶然间得到了张大师的这件作品。想必是瓷瓶本身也愿意让懂得的人拥有和欣赏它吧。啊，皇祖母，既然这个瓷瓶这么珍贵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万一不小心谁碰碎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哦，再好的作品，也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拿上来吧。这可是哀家刚从快递那儿签收的，新鲜出炉，还热乎着呢。哀家还没来得及看，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和大家一起欣赏。准备好了吗？哀家告诉你们，这位张三千大师最擅长描写四季。而这个盛夏风光瓷瓶，又堪比春光无限。怎么样，哀家的瓷瓶把各位都惊艳到了如此的地步，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它。真是春光无限呐！这下出事儿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大胆！这不是哀家要的瓷瓶。来人呐，去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是太皇太后，还不赶快把它拿走！是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，对不住了，齐少。皇祖母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单独的。鹏鹏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可以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祖母，请恕罪，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，确实是鹏鹏寄出来的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鹏鹏，哀家知道你善良，可也不能为了别人揽下如此的重罪呀。皇祖母，这个罪责必须由鹏鹏一个人来承担，因为鹏鹏万万不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他？你告诉哀家是谁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快说！此人正是您的乖孙儿，我的夫君，当今的圣上齐胜。圣儿，他怎么会私藏如此有伤风化的东西？这件东西出自西洋名家的大手笔，皇上托我从黑市把它买过来，没想到在寄出的时候，居然出了差错。哎呀，鹏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。这东西，他说放在屋子里能调节一下情趣，而且还说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。皇祖母，他不但用了这个招数，他还想用金戈来俘获我的心。金戈，这就是传说中对男人安全无副作用的金戈。皇上就是用那个秘密武器来和我那个啊，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皇家延绵子嗣啊。是啊，为了生孩子，我们也是蛮拼的。好了，关于瓷瓶的事情，哀家会吩咐下去，
就不让他们再查了。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你们开花结果呀！谢谢皇祖母。皇祖母知道了，谢谢皇祖母。宝贝儿，快给我揉揉头，好好放松放松。我这一天啊，太烧脑了。今天啊，还好是我急中生智，哎呀，才躲过这劫。你说这皇上有时候也挺顶用的哈。哼。把东西放下，先退下吧。是。你也先下去，朕有话要和皇后单独说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皇祖母说要物归原主，还说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？这东西你还没看？野史！一定是你最近太疲劳了，才会起这个东西。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后送我的送子观音啊！圣母玛利亚大慈大悲，圣母玛利亚饶命啊！罢了罢了。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，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？再给你唱首歌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挤我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小苹果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梨。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，我是说湿里的小苹果。管它湿的干的，是苹果我就不喜欢。嘿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，嘿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。我也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，我都吃吐了。皇上吉祥。回宫。怎么还不走？皇上，3米呢？现在不用了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回去我偷皇上的榴莲给你吃啊。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
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两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这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收拾的怎么样？